昨仔天气多变化，有时透风，有时热，雄雄透一阵大风，害一个工人为外界搬落来，骨头断去，互人送去病院治疗。这2天因为东北风变较透，台中5车区透超过9级的阵风。拜三下早10点钟，一个工人当徛伫咧外界做工程，雄雄互风扇落来，为2公尺悬的所在搬落来，引起倒边后脑壳破皮，还有扁仔骨骨头断去。该在伊的头壳真清楚，经过病院治疗，已经转去厝内静养啊。救护车内底载着一个对悬的所在摔落来查甫人，医护人员头一个时间先用护具固定，避免二次伤害，用上紧的速度赶去病院。好在在受伤的人意识真清楚。台中地区这2天雄雄透大风，台中港发生工人搬落来意外。上面风会比较大，超大的。怎么样大？就是说走路会这样，会这样。长时间住伫咧海线的民众，对海风早就见怪不怪，但这2天一阵一阵的大风，也互真侪人挡袂住，甚至造成意外。9月18号早起10点，台中市5车有港区业者伫咧进行油槽引架工程，想袂到雄雄吹一阵大风，人就对2公尺悬的所在搬落来。根据5车气象站的观测，受到东北风变强，当时阵风有9级。中昼甚至吹起10级的阵风，雄雄这么强的大风，实在是真惊人。消防队到现场，他已经摔落在地上，那左后脑有撕裂伤，左边肋骨断了1根。好在受伤的人经过治疗，伤势无啥物要紧，当天下晡就出院，转去厝里休困。每年也都会定期或不定期办一些港区的治安的宣导跟训练，提升他们的一些危害辨识的一些观念，然后预防灾害的发生。雄雄的一阵大风将工人吹落来，造成公安的意外。港务公司嘛配合相关单位来调查，赶紧来了解是毋是有劣质人为的疏失，嘛要严防这款的代志搁再来发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